有傳話無線會開一個即係揾可能崔建邦。係啊，我有聽過啊。你覺得？係啊，我覺得想像中我諗會幾殘忍下，因為佢係參加職業㗎，係嘛？係啊，咁如果係藝人嚟講，即係參加職業賽，其實都係好勇敢嘅嘗試咯。雖然我知道崔建邦本身都係散打王，即係佢功夫底子都好犀利。咁但係如果我覺得對職業嘅 UFC 拳手嚟講，其實都會有好大嘅危險性，因為始終人哋係職業㗎嘛，揾食㗎嘛。咁佢始終都係一個藝人。咁如果真係又傷到塊面啊，可能你知道鼻骨嗰啲好容易會歪啊，或者會爆㗎嘛。咁我都幾戥佢擔心嘅，希望佢加油努力。你會唔會睇啊？到時我會睇嘅，其實我會睇嘅。我而家都會對呢類型嘅運動都有興趣睇嘅。係啊，以前嘅話我就唔會睇呢啲咁嘅相關打拳節目嘅。咁其實我接觸呢啲嘢咧，都係自從 G1 之後先開始會接觸有興趣嘅啫。